诗篇，幸福全圆，刻下誓言，直到永远，不熄灭。阿妹，总有一年，我会老唔讲的，也下我太花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 身在一片漆黑的哑口，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期待被触碰。爱的诗篇，应许之恋，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爱的诗篇，幸福全圆，刻下誓言，直到永远，不熄灭。我的花，我天初的花而已。学长，亮，你怎么了？没事。娘诶，花唔顺嘿。系啊，那上了人的心中的女神吼，花做要百合花，不过我用的花就唔错。我要强用啊，情感度有个样诶，天唔好来，就发唔出嗰种感觉，阿娘卡啥？安用做唔得啦。冇安用，安尼两场来比赛，可以卖先发出来，要吗？好啊。加油哦！
无伫咧小先生老讲的，你一定做得啦。阿才懂得专心发图，来喊爹胡思乱想。错啦，爱发就叫爱凝用的，唔单枪爱留每处款都会发出来，行爱留情感度嘅感受发出来，这样做得啦。才发后嘞，我心中的百合花终于完成了。哪下发好嘞？我的画，我的爱人，纯洁无瑕。用就要画百合，你就手讲，让家做听听，有冇查？婷婷，不过爱心目中的女神，怎不然？乱讲，嘛是当中意见呢。不过，唱唔离也系顶来味。掌声欢迎首奖得主！哎，你怎么穿这双破皮鞋来啦？哎，你不是有一双新皮鞋吗？干嘛不穿？还是你把西边借鞋的故事告诉大家好了。什么故事啊？学长，我们怎么不知道？学长有秘密啊！哦，有秘密哦，没意思哦。有秘密。哎呦，你不要听他乱起哄啦！我们是在看画，又不是在研究我的鞋子。对了，看画看画。对。秘密就在画里面，自己看哈。看画看画。哎，什么秘密啊？快，听他不说了。秘密啊！快，去看秘密。好。左看右看，觉得这幅画好温柔哦，感觉就是那个对，特别深情。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哎，学长，你不是说有秘密吗？啊，秘密。百合花，真爱，纯洁。我知道，超生恋爱了。我没有讲哦。哎，这女生叫什么名字？快说啊！哦，难怪那天学长画这幅画很失神哦。快说嘛！我哪有失神啊？我在思考。少啦！还有什么女生啊？难道她就叫百合花？不如叫喇叭花。完全流花了。主办单位报告，请各位美展入选人到大会堂就位，颁奖典礼即将开始。阿传，好。哎，阿超，你不是要公布答案吗？对啊，叫做。这样走那么快干嘛？我要去看中部美展嘛，听说今天开幕。不要，
我好不容易才骗过铁杆牛溜出来哎，我想去逛街看电影。我那个别这样嘛！我在那边的时候常去看画展，回来台湾今天才有机会去看，你就陪我去嘛。我又看不懂，怎么了呢？上次你不是跟许专美术科学生去联谊呀？那是出去玩，而且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好姐妹？哦，好啦，可是你不能看太久哦，而且看完要陪我去逛街。好啊，这样约束よ。啊，有椰浆花哎！来发吗？100多少钱？5角。5角。对，这把红吗？好，把你调的很香。这角给你。谢谢。ありがとう。好，谢谢，不客气。谢谢。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喜欢宜香花？从小时候就喜欢啦。啊，不是吧？好像是上次联谊回来特别喜欢哎，该不会是睹花思人？哦，是什么人啊？就上次借你鞋子那个男生啊。乱讲。不然怎么会常常捧这双臭鞋子？难怪现在花闻起来这么香。哦，阿嫂啊，哎，野姜花，你别走啊！了种创面哦，真的冇关系呢。唔看哦，宋台拿奖哦，喺讲花，大方全球有名嘅花架啦。我嚟讲緊呢，哦，结结巴巴。啊，我带头我唱一线天天不是松台。冇呀哦，安尼古代很多位时候，我一定会粉贴啦。看乱掉的啦，等一下哦。还有董董你拿下沙子呢？啊，你看有宋澈夫校长，有王启在老师，还有董董学弟学妹。唔係依晒喏，冇講過。萬言，唔同看下嚟啊，呢個嗬上就上唔到嘅。你看嘛噶？冇啦。从这里开始看。唔用嘅啦。阿仔，睇了啦，我看一下。哦。怎么样？好看吗？慢慢呢，不动而已。那你看画跟我差不多嘛，看一眼就过去了。是吗？我的看法可跟你不一样哦。好，原来好的作品不在街区，难怪。那你的呢？なんでもない。行こう。喺做邊度？而家我喺邊先呢？哪有呢？我又冇批到。有啦。喂，我現在啊！你很奇怪哎，刚刚
看那么快，怎么这幅画看这么久啊？你是被黏住了？你不喜欢吗？我觉得这幅画很棒，很有感情。色彩的配置是那么协调，但又不失大胆，好像有一股生命力在花瓣间舒展。光影的处理也很有水准。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很優しい，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熟悉的感觉，好像在哪里看过这种风格，可是又不是在画册看过。哦，すごいね！一幅画可以说出这么多感受哦，说的好像你认识这个画家一样。是啊，如果我认识这位画家，该有多好！想认识他还不简单。首长班朝生。真的无偏到，计伊怎爱没事哦？哪有咯？你安尼当作叫的汹涌，安尼硬拼硬行，你都在起嘛该啦。好了啦，这幅画看太久了，走啦。来下啦。我想上厕所啊。好了。阿佳，阿佳，这边。小生啊，你第二摆去提出迄一家色个啊？先生问题怎么没这个线啦？哦，应该这个是。哎呦，好嘞，兄弟嘞。喝酒咯。先生要做位哦，先生要做位哦。知道。你们好。我先去找老师，他有在跟你们聊。阿佳，走了啦。那陈明才好像有入选美展呢，哇，真看不出来。哦，都展哦。なんでもない。哦，对了，就是陈明才旁边那个啊，个子高高的，他跟你点头哎，你们认识吗？他就是把鞋子借给我的人。你是那个酋长得主，班朝生。来，用站不送的啦，一个尾行。先生，那退步，呛先生一定爱老外讲。拜托先生。好啦，俺们哦，你送拜啊，太阳米站发给嘛个？来发美人蕉。第二拜喏。百合花。给你送拜，迄嘛该材料发嘅？用水彩。今日下咧。没用水彩。
哎呦，就伫个啦，用年的啦。嘿啦，了发图嘅思路吼，印落印好。不过，你敢用听听？你知道迄个阿用就做得嘞，搿就唔是讲。先生，不过先生，我天顶行你望唔错噶，唔出用水彩花，挨嘿挨，二嘿二，用好挨做啊？先生做得搞唔对的啊，全就搞的啦，撒下落哦，是搞个想办法啦，要按我按。先生，俺没了种意思啦。为了得奖哦，才会发图，搿就唔是发的。哎莫吼，你就规身人做发奖就好个嘛。郭先生，要摆总部的密战，阿蒋没有拿到题呢，也没冇简单啊。不求双金哦，就会买啦。发图哦，没很简单嘅事情，就甲想好了哈。哦，我想哦。好了，这个了。先生，我要记得讲的，我要前头这个的路。前头三个。今尾吼，哪个梦中女神没有来？真的哦？系啊，慢言。就甲对 NSL 嘅写字啊。哦，面功不差哦，加油！好了。许小姐，我可以请你吃冰吗？丫头，我怎么老是画的不好？我怎么那么笨啊？你是在画图还是在练哑 Q 啊？就是在练哑 Q 啦，要你管。你现在要改行当画家，太晚了啦，来不及参加中部美展。你在胡说什么？非要参加中部美展啊？你呀、而且呢，你的画要跟心爱的人挂在一起。哦，是啊，哇塞呢，艺术情侣，とってもロマンチックね。
再乱讲，打你哦！哎呦，打我！你敢哦？我已经帮你打听到了，潘朝生是台中师专美术科2年级的学生哦。怎么样？要怎么谢我啊？怎么你跟你妈一样，都这么爱做媒人婆？我才不是媒人婆，我是牵姻缘的红娘。Yuki， 潘朝生。妈呀Yuki， 嗨，亚豆厂哦，从日本打电话来，你赶快去接。嗨，Yuki 找的花嘛该喏。再次飞回未出家，拄着少年的。好的啦，都唔甲神经啦，四色玫瑰。好的啦，好的啦，我看耐啦。手电你哦。都风雨来水唔退啦，故事来条非法图啦。太凶哦！因为礼拜一大早就无看到你，又无搞洗阿妹。哦。因为无搞洗阿妹，安尼印发洗阿妹喏。哎呦，想要创新一下新的题材啊，看做得请出一条新的画法。看来吼，小新山的发对应的足球动态吼。就像建议啦，你让女神对来足球的动态呢，甲见面面当看到去，因为安尼伊发头就无看到你，我来当伊对象，唔伫那9张做咧怎个拄到？哎呦，无印象了啦，人的心哦，放伫画图当中，张错啊。不过是不是常讲呢？情有脱离呢？可看雅阿吼，我想要画出心里面的感觉，却只能捕捉一些模糊的意象。难道我真的像是有情常讲的，只是一个画匠？哎呦，你上听到的啦，这家分这家压力安太做嘛啦？来啦，厉害！你来。漏风范啦，来去写生，向天地万物借灵感。好啊。イライラするわ。你装的神神秘秘干什么？嘘，西子看你，我是来通风报信的，当然要小心点啊。我好烦，没有心情跟你玩。好吧，好吧，那我就不告诉你Q刚勇和你透商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他们说什么？你不是没有心情听吗？那问我这个干嘛？不问就不问啦，看你说给谁听。好啦，看在我们是好姐妹的份上，我还是告诉你好了。说啊。这一次啊，你惨了。九刚勇他已经帮你安排了另外一个相亲，而且对象是你透商朋友的儿子。九刚勇说，这次他一定会成功哎。啊？很严重哦。我蹲点。你干嘛？走走走。啊，真想在毕业前交个女朋友，在这个无聊的青春里面画下美丽的句点。我一定要在毕业之前跟我的梦中女神交往。是啊，我也好想要交个女朋友，但少男失尊的啦。画画时间都不够了，你们还有时间想这有的没的？
少来了啦！上次不知道是谁哈，联谊回来之后就开始魂不守舍啊！啊，对了对了，学长，你还没有公布你画里面那个百合花是谁哦？啊？不对啦，是喇叭花。好啦。艺术科2年级潘朝生，请马上到校门口会客室，有一位小姐找你。哇，朝生，你现在比美展得奖更出名哦。对啊，女生都找到学校来了，还全校广播嘞。到底是谁啊？还不快从实招来！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啊。搞不清楚状况，那就去会客室就搞清楚啦。对啊，走，赶快去啦！走啦！走啊！哎，我去就好，你们来干嘛？来去看戏呀！不要啦，走开了。去看看是百合花还是喇叭花。全部涼子のせいよ。靴だけ持ってたらおかしいじゃない。なんで私のせいなの？自分で慌てて出てきたんじゃない。本当はお店に行って袋に入れたかったのよ。だけど涼子がうるさいから慌てて出てくるしかな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これじゃあかっこ悪いわ。ああ、わかった。校内放送で探してもらうくらいなんだから、それくらいなんでもないんじゃない。是你？哎，你是许美雪？人家是来找朝生，凑什么热闹？对啊，学长，朋友妻不可戏，你要讲到牙。可是啊，走。不好意思啊。你们看够了没啊？皮佳，你不是要还鞋子给人家吗？啊，对，我是送鞋子来还给你的。谢谢。我可以叫你潘朝生吗？可以啊，我本来就叫潘朝生了。对不起，下次跟你借鞋子，连你叫什么名字、就在哪里都没有问，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还给你的。是我的错了，我应该告诉你的。是我的错，应该我问清楚的啊。不是，我那一天只有在谈话，没有自我介绍，所以是我不对了。是我的错。不是错，所以是我不对了。好，这是我的错。啊，听你们两个讲话真的很没营养哎。你可以带我参观你们校园吗？可以啊，我们学校很美哦。走吧。走啦！谁都不准跟。中文教学子吗？我上次本来要跟你打招呼的，可是……大丈夫，在那种正式场合，你又是秀奖得主，一定要忙着接待一些重要的人物，当然没空理我们。你也很重要啊。我的意思是，每个朋友都很重要。坐一下。你那束百合花我好喜欢，不管过纸赤彩都很棒。是吗？可是我被我们老师骂。怎么会？他
他说我一直没有进步，还陷在自己的框框里。我是没有看过你以前的画了，不过我觉得你水彩画的技巧已经相当成熟。也许你的老师鼓励你试试别的。哦，是啊，我也已经开始画不一样的题材了，尤其是人物画。可是我总觉得还是摆脱不了以前的窠臼。你可以画油画啊。油画。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过许多画展，油画好像是现代画的主流。材料不同，表现的手法也截然不同。对了，我看你那幅白荷花，感觉好深情哦。你在画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想着什么？我就想着美丽的印象。该不会是想着女朋友吧？我没有女朋友啦。谢谢我学姐，还带我参观校园。我应该回去了。我们可以再见面吗？还在更加努力，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爱的诗篇，一世之恋。哇，学长笨哎，不简单哎。小姐怎么喜欢你啊？人家看着你，看着你，看上你哪一把握机会啦，学长。啊，结果你还是没有问到联络方式哦。大好机会就这样被你浪费掉。我有问他下一次还可不可以见面啊？哪有人这样问的啊？真输给你了。唉，我看学长啊是画画一流，交女朋友不及格，当掉。是啊，学长简直就是个木头。我看啊是一堆木头，难怪名字里面有个生字。哦，你说对不对？关我什么事啊？干嘛？你在生气啊？我看起来在生气吗？你自己问他啦。天空很蓝很大哦。对啊，不过世界好小，做梦啊，出来做梦的事情，就会让我们办得到。你爱自己啊，从小到大，你都应天定来。不过动坏生呢，也行嘅真係唔定嘅欠物嘅。你今暝落穿几只细牙子嘅，就应该跟伊出浪讲嘅几只女生。哦，应该讲梁子哦。真唔免啊！迄只恶晒晒，我真无兴趣呢。原来係安尼哦。你讲，唔真係中意佢嘅話，你唔會老唔唱嘅啦。唱，我講到安用嘛？你勞動還是重色輕友，你睇嘛？來，老講，這個是愛情，這個是友情，你會選哪一種？你講應該。
会先呀子。我出来啊，来哦。好的啦，不是讲的。天空好大哦，我陈明才好伟大哦。我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哎！好不容易找到他，却要抓回来。Yuki ちゃん、彼のこと嫌いなの？你耶？那为什么不留联络方式，约下次见面啊？反正我已经知道怎么找到他了。而且，万一他找过来这里，被老板娘知道怎么办？哦，なるほどね。哟，那用词可以是发油发，唔免嫌油发材料忝贵的。我上爱试一下无咁样的方法啦。还有啊，尤其老爱讲哦，迄油花的表现，老爱情感度的感觉较强哦。原来是因为有气哦。哦，无啦，无啦，我枪上爱行一条老小先生无咁样的路啦。哎呦，因为有气就因为有气啊，歹势嘛干哦。无啥物也较无上有气的哦。安尼专心把图就好。哦，好啦，计吼你就专心发啦吼，计我就留几张药费落去推脱啦吼。阿菜，嘛个药费？就6块去存花过来啊。讲嘛个？讲嘛个？还袂人讲咧？唔叫我让人讲。无人安弄唔个啦。尤其吼，伊上海用出去啦。去上海用出去？对啊。要啊。要啊，会歹势哦。不是歹势啦，计用时吼，我要贫穷下去啦。你做到安排掉，你啥做支付了？见笑。是啊，看起来同见笑。这家咖啡厅气氛很好哎。哎，对啊，我们以后可以常常来啊。谁要跟你来啊？我才不随便给人家请客的。哎，谁说要请你呀？是人家曹生想要请 Yuki。你们两个干嘛？想笑就笑出来啊！干嘛自己在那边偷偷笑？对嘛，Yuki你就放松一点啊，这么安静，很不习惯哎。话都被你们两个说完了，我要说什么？对啊，你们两个斗嘴就好，不要扯到我们身上。哎呦，我们不讲话还好，一开口就炮口一致哦，这么有默契啊！方草生，你是哪里人？苗栗。可是我阿爸在林务局工作，所以我小时候住过内湾。内湾，我有印象，很漂亮耶。小时候去过，有很多野姜花。对啊，对啊，我们那里的田野风光还有山林景色都很美哦，像一幅画一样。那你家有几个人啊？哦，就我啊，我阿爸、我阿妹，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都结婚了。那你父母都不逼你结婚吗？怎么可能不逼？阿江他还没有，上次我还来台北特地来逼婚呢。阿蒋是你的小名？对啊，我家里的人都这样叫我。阿蒋，叫起来好亲切哦。潘朝生，你喜欢怎样子的女孩子啊？问那么清楚干嘛？你身家调查哦。
管我，说嘛，说嘛。哎呀，阿江哦，他们是非常传统的客家人。你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应该问他妈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比较对啦。我是在问潘朝生，又不是在问你。那你妈妈喜欢怎样女孩子啊？我阿梅是很传统的人，她喜欢心地善良，然后能够持家，最重要的是要节俭。我阿梅相信哦，节俭是致富之道。潘妈妈才厉害嘞，她连吃几颗起拔，她都算得一清二楚哦，非常公正廉明。那你干脆交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好了。错，我阿梅哦，虽然爱钱，可是她取之有道。她常跟我们说哦，要靠自己双手赚的钱才香哦，伸手跟别人拿钱是永远抬不起头的。哎呀，阿江他还没有，才不会让他交有钱人家的女孩呢。因为啊，潘妈妈喜欢的除了人长得要漂亮，心地要善良，最重要的是哦，屁股要大，能生小孩，还有要刻苦耐劳，可以种田。像那种有钱人家女孩啊，常肯啊。别一直说我的事啦，那你们呢？我知道你还在念书，那你呢？Yuki 讲他是我在亲戚开的茶庄上班。对，我们在同一间茶庄上班，然后他上白天，然后我上晚上的。你上次说你是日本人，也不是日本人，那你到底是哪里人啊？我豆上受日本教育，家里常讲日本话，所以 Yuki 讲的日本话比国语还要好。太晚了，我们应该回去了，不然酒吧妞要骂人。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哎，老板娘管你们那么多哦。你才知道，我们酒吧妞哦。算了，不要提了。阿江是要问哦，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啊？你想跟他交往哦？可是你家那么有钱，他是刻苦呢。我们才刚认识，没想那么多啊。骗人！不想跟他交往，还答应下星期一要到公园写生。有人要帮我画像，为什么不去啊？看什么？恰。干嘛？我啊，在看你屁股大不大，会不会生小孩啊？哦！没有，不要打你。不要！哎呦，按钮站不会射天引离啦。这又不是中央工作部首富啊。是啦，但乡维亚神话讲留下来十米路还做得看呢。你等下去谈牌去抽嘅啦。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最雪亮嘅真情，化作喜怒哀樂春夏秋冬。